最感动的一句话是。讲甲老目屎，就是因为党内不满郭文铁扭伤这波，引起着反弹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昨召开扩大会议，解释要和国民党合作的原因。如今那要决定要以民调来比输赢，决定上做正，上做负。很明显的做票，或者说他的资讯根本用惯的，你会认吗？不会吧？堂堂正正在全国人民的这个面前来做出这样一个承诺，我相信应该大家会遵守诺言。是讲若被6点的共识，到下经济解释空间，得来官妈妈拢看袂落，跳出来发声。若是还未选出来的时阵吼，我会鼓励伊讲吼，莫选。还是个人家己选。3位民调专家，若要分别推派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必中、求真民调公司的总经理袁志武，前总统马英九推荐正大政治系主任陈立辉。预计今仔日下晡会开会，要采取倒一份民调是尤其关键。洪社讲郭文铁阵营主张态度专切为民调。台湾现在在使用这个市话跟手机的比例，已经呈现一个不对等的这个比例了。有公信力的民调，他们基本的样本数一定要在一个基础之上提醒，希望能够一致。专家学者来做评估的时候，是希望能够采用共视觉的方式。要拼好瓜配，会当翻盘正做瓜好配。民进党提出单出基本数、地形、公信力等5个基本2个基本。毕竟单民调公开了后，市调若是要反悔，恐惊南北选民拢未欢喜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